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书第10章11节到15节。约翰福音书第10章11节到15节。台语汉语本圣经伫新约部分118页，其他版本请看银幕。约翰福音书第10章11节，现着我来读。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做请工的，毋是做牧者，羊也毋是伊家己的羊。看见豺狼来，放杀羊就逃走。豺狼甲因赶散因，这是因为伊做请工，无关心伫羊。我是好的牧者，我捌遐个属我的。属我的也捌我，亲像爸捌我，我捌爸一样。搁我为着羊放杀性命。以上，这是咱要请南坎教会蔡兴生牧师来讲道。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三好的服侍，三好的服侍”。咱先来互相鼓励一句话啦，吼。一切拢会真顺利，祈祷就会当，安尼来。一切拢真顺利，祈祷就会当。我伫路口看到咱的教会写，对了，咱是一个祈祷的教会；对外，咱是一个宣告的教会。阿妹吗？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满心感谢了你，通过你的听堂，通过你时时用你宝贵的话语来。互阮得到帮助，为着今仔日主你的圣日，阮通来敬拜你。来伫今仔日，伫阮的会员好会中间，要选出合你心意，这是主你所竞选的长老甲执事。阮阁一摆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听堂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主日礼拜中间。咱举行临时会员好会，是要来改选3位长老甲6位执事。虽然这拢是咱每年伫10月份例行爱做的事工，但是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竞选毋是出的啦，竞选是上帝上权的主权。就最后所讲的，毋是恁经阮，是我经恁。咱通过上帝恩典来得到救恩，也用圣经做咱信仰上悬的权威。咱长老教会认同万民皆祭司，毋通误会。万民毋是外口的人所有的人叫做祭司，毋是。这个万民是指领受耶稣基督十字救恩、洗礼归伫主的人，迄个人就是祭司啊。所以你即马甲边仔讲，你是上帝的祭司，因为咱所受主竞选的人拢是祭司。长老教会改革中的精神是万民皆祭司。咱教会嘛用民主共和。就是由全体的信徒来选出长老，通过代议的制度来协助牧师治理教会。另外，咱阁选出执事，是要来协助办理甲推动教会侪的事工。咱先开长老教会历史，这是一个宣告的历史。是一个为着信仰真理、甲自由奋斗的历史的记录。所以，气配互会烧，但是无倒去，就是讲有缘分而不毁，无毁坏去。这是咱长老教会共同的精神的象征。求主帮助咱。会当发挥信仰的良心，
通过祈祷，来当好好选出合乎上帝心意的主的工人，也就是咱所新选出来这任的长老甲执事，来做伙侍奉上帝，伫你教会。所以今仔日，我用3好的服侍。我讲3好，就是上介好，这是一个上好的服侍。毋但是要来鼓励，两边特别受竞选，成做上帝的奴仆、尽忠的工人，或者长老甲执事。我也要来鼓励咱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爱有这款的服侍，拢是主所欢喜的啦。虽然讲起3好服侍，是什么意思？第一，就是真做好的牧者；第二，真做好的奴仆；第三，爱真做好的管家。毋但是牧师传道，也是长老执事，才需要做好的牧者、好的奴仆、好的管家。咱在座每一位，嘛拢同款，爱立志。真做这3好的服侍，咱带一个来讲，好的牧者的服侍。第一就是爱认捌羊。有时我看见咱来教会，你拄着人，第一句你拢会甲伊讲什么？啊，平安，感谢主，咱拢有平安。毋过，我毋知你捌无？你敢知影伊有真正平安无？有时你看到伊，你毋知影伊的情形，因为咱无真熟悉，无捌。约翰福音第10章14节最后所讲：“我是好的牧者，我捌遐个羊，我捌遐个属伫我的，也我属我的也捌我；我捌遐个属伫我的，属伫我的也拢捌我。”好牧者的第一个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就是爱捌主的羊，因为坐伫你的边的人，拢是主羊调来的羊，所以每一个人，咱应该爱甲伊好的招呼啦。主真注意，主真关心每一只细只羊啊，因为每一只羊啊，拢是咱的耶稣心内心肝宝贝啊。所以咱真介意，咱嘛真意爱，踮伫一个真舒适的所在，对吧？我甲伊称作舒适圈嘛。啊，这个羊条吼，啊，足舒适的啦。咱拢有一个舒适圈，真舒适的所在。但是，伫这个舒适的所在内面，你会感觉真安心、真安全。伫这个所在，你嘛足熟悉，而且嘛真稳定。但是，咱爱为着主的缘故，咱愿意踏出去，离开咱舒适的所在，去成做别人的祝福。咱来成做一个好的牧者，一个好的顾羊的人，关心羊的人，去关心羊群的需要。咱嘉南教会徛起伫一个非常好的所在，哇！这是市中心，离车头嘛接近，边仔是一个商业所在，来来去去有遮尔侪人。加上咱的教会伫遮不断往外做宣告，咱嘛有侪侪社区的事工，我相信一定常常有侪侪无道友。也是对外地迁徙来到这个所在，徛起的会友，来到伫咱的教会。我更加相信，伫未来会有更加多新朋友，有更加多新的会友要入来伫咱的教会。所以咱伫这个教会，咱更加需要互相有更加多的联系、甲认捌。礼拜日咱来到教会，甲家己熟悉兄弟姊妹做伙伫遮
请安，做伙伫遮聚会，做伙伫遮中昼做伙享受爱餐，这拢是偌尼好、偌尼水的代志啊！但是咱搁较需要主动积极的态度。咱还搁看到，伫咱中间，敢有新来的人，敢有我无熟悉的人，咱会当互这个新朋友，也是这个新来的人，互因得到接纳，互因伫遮来到遮，毋是干那做人客，让他们不只是宾至如归，搁较互因真正有所归属、有归属。因真正欢喜，会当伫即个教会定根落来，会当将因甲伊，咱讲委身献身伫即个教会内面。所以咱迦南教会，咱伫遮服侍，袂当干那靠牧师甲中职，安尼永远是无够野的。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爱争做一个好牧者。所以我要鼓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拢爱代表迦南教会，你爱争做叫所有新来新朋友、新家人，因入来这个厝，应该是这个厝里内底的人。咱唔通互任何一个新来的人，一个新朋友，互伊真寂寞、真孤单，坐伫教会一个角落，无人看到，无人插伊。咱来随时保持真亲切、真欢喜、面带笑容的态度。咱真爱欢迎、关心这所有新来人，主动邀请因，甲因致接，是请因食饭，请因啉茶、啉咖啡。你要当作主人来接待这外来的人，互新朋友感受到咱对因的疼甲关心。你知咱教会大门开到遮尼大，但是我一直感觉后壁门无关掉咧，所以就毋知安那明明都遮侪人入来，奇怪咱有时到一个时间，人数就是咱还阁保持安尼，要堵住后门啊！堵住后门上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这还讲做一间真正属灵的家庭，是这三听的家庭啊，是彼此欢喜接纳的家庭。希伯来书13章第2节，伫遮安尼讲，无伫袂记伫接待人客，因为恁安尼接待，就把有接待到天使，也毋知影的。来，你甲边仔人讲，你是我的天使，来。我甲你讲，因为这个受你指教的人，伫无注意、不知不觉、伫无定着中间，你已经接到一个天使啊！你知无？所以你要将每一个来到咱中间的人，拢当作天使，你就是伊的天使。啊，这个人嘛是有可能成做将来别人的天使。这是一个祝福满满的教会，阿妹嘛。我希望你会当回应牧师的呼吁，你成做一个欢喜接待新朋友、新来厝邻的人的一个好牧者。第二个，你要成做一个好牧者的服侍，你就要为羊来放下性命，你要牺牲啊！可能你要牺牲你的时间，你要牺牲一寡你原来看做要紧的。约翰福音10章11节最后所讲：“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不杀性命，放杀性命。”耶稣为着咱牺牲伊家己，耶稣安怎做，咱就对伊的脚步照安尼去做。千万唔通掠做讲啊！只有牧师传道，这个传道人吼，因才爱放下性命。我跟咱讲，每一个信耶稣了的人，你的性命都唔是过你家己的啊啦。啊，现今伫我，唔是你家己伫我，是主伫你的内面伫我。所以你是主的人，你的性命是属于主的。你是主耶稣的人。主耶稣用重价将你
买倒转来，赎倒转来啦，甲你赎回倒转来啦。所以你的生命是主耶稣的，所以你要献互主用。罗马书12章第1节安尼讲，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你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是圣的，是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福粲。放下生命是什么意思？放下生命就是将家己规个放落来，放手。我听讲，你放手，才会当互上帝接手。Let go and let God， 互上帝来做。放下生命，就是你看无家己。你注视你看的是咱的主耶稣，你看到是别人的需要，你会当活出主的疼，用主的疼去疼你四周的每一个人，疼你厝内人，疼边仔的厝边。疼是咱基督徒的标志。你知影人互人吸引来到教会，来到主的面前，毋是什么足深的大道理啊！其实人会来到主的面前，拢是因为感受到这份的疼。在座我相信真侪人，因为你也受到耶稣的疼，你也受到教会内面福派疼，你入来伫教会对无？阿们吗？巴克勒牧师。巴克勒牧师对细汉到读大学的时阵，伊的成绩拢排伫头坎的，非常的优秀。伊精通数学、物理、电学。你知伊的名刊伫大英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的内面。第16岁，16岁年就是1865年。11月21号，迄天嘛是伊的生日，是伊16岁的生日。伊就写这篇献新文，将伊家己的身躯，将伊一生要献予上帝。16岁，毋着高一的哪样呢？高一的学生啊，伊就要安尼做，伊决心要安尼做。毋那16岁年安尼做，17岁、18岁、20岁、25岁。到伊26岁来台湾，伊献身的10年后来到台湾，26岁。伊伫每年11月2日生日的时，都伫这个献身文顶悬将伊的名签一摆，一直签来表达伊奉献的心志。签到1925年伊安息。伊这个签名献身文无人发现，毋知影，但是毋捌长站过。一直到1935年才叫人发现。这个献身文即摆已经对英国给提供来台湾。巴克勒牧师是伫1874年12月18到厦门学，咱讲的闽南语是台语。到1875年6月初5来到台湾。为主献身的巴克勒牧师，伊知影来到台湾，就或者玛利亚疟疾啊，安尼感染，安尼规身躯。你知影，对英国这样的熟悉，这真的是一个熟悉的所在啊！啊，要来到一个迄阵卫生医疗无好势，咱讲哦，无卫生个无毋捌字的人，就是迄个时阵咱教育无发达，医疗嘛无好势的所在。要来遮宣告，将耶稣基督听带来，伊受到这种病痛的折磨，但是为着教会会当下面来定根，健全发展，伊就开始培养在地的传教人员，所以伊开设台南新人，担任校长52年，为着要来翻译新旧约圣经，才将学校的行政交予万祥在牧师。你知伊热心推动白话字，所以伊就帮助信徒读圣经、灵修甲查经。所以就咱即摆咧读的这白话字圣经、新旧约这个白话字圣经，都是伊所翻译的。
对台湾的宣告有真大的贡献。1885年7月，伊是一个非常注重文字媒体宣告，所以就搁开设台湾的第一份报纸，就是今仔咱咧读的台湾教会公报。早期的宣教士，你知影来到遮，伊拢受到真多攻击甲侮辱，但是遮尔痛苦、遮尔困难的环境，伊拢讲，伊是通过读圣经甲祈祷，是伊宣告的动力啦。这是伊的自传内底讲的。伊常常伫暗暝，甲伊厝里一个老萝卜，两个人做伙跪落来祈祷了，才去困。伫中营中学的资料馆内面，佫藏一领巴克利牧师生前所穿的困袍、困衫。伊正边骹头捂的迄个部分，伫遐拢磨破去啊！你知影？伊的一生拢是伫遐祈祷。咱看出伊的坚强啊！一个完全献身的主人，一定爱过坚强的生活。1885年，伊去到伫屏东二仑，伫遐宣教传福音。伫主日礼拜进行的中间，遐村民摕这屎尿，怎对伊的头壳甲破落去，破屎！哇，这真正是足大的侮辱啦！啊，毋过伊真幽默，伊就讲啊，这屎尿吼，你若甲伊压伫这个青菜顶悬吼，还可以当做肥料啦。压伫我的身上是一种浪费。有一摆，马克的牧师甲一阵信徒到伫大武山的山路，遐伫要到伫原住民的所在宣告。结果半路呢，去拄到一群在原住民，因听讲吼，食即个外国人的肉吼，会当长岁寿安尼啦。所以就吼，一心就想要甲伊掠，就对，就甲掠。伫要甲抬时阵吼，伊向用哦。怎手出来，对伊倒边的目睭，甲迄目睭人甲摕出来安尼啦，摕出来，佫甲倒入去安尼啦。迄原住民看着拢戆去安尼啦。伊毋知讲，原来伊因为目睭啊，倒落的目睭因为受伤，失明，这是假的啦。哇！这原住民掠做，伊是神明，你知？我那目睭要当摕来摕去安尼哦，就跪落来甲伊讲啊，你原谅阮，赦免阮，化解这个危机啊。你那这宣告的过程哦。拢拄着足侪危险、足侪挫折啦，但是，互巴克的牧师，伊的信心愈来愈坚固。一个16岁就献身立志互主营的人，26岁为着好因的缘故，离开英国，来到迄个真舒适、伊原来真惯势大的所在，来到台湾。伊一生87年的年日，有60年的时间都奉献互台湾呢。巴克利牧师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咧听，我跟你讲，伊真正是使徒，是台湾的使徒啊！为着羊，伊才放杀性命。我嘛感觉上帝将一群非常单纯、古锥、真较无真理兄弟姊妹带来到伫咱迦南教会中间啊！因为大家咱坐伫遮，嘛毋是偶然。上帝因带咱伫遮用真实的三听来三款待。我深信，一个有听的教会，一定是一间复兴的教会。阿妹吗？咱就爱用听彼此来连接，因为听人彼此三听，上帝听就伫咱的中间。嘛，咱三听，人要认出咱是主的门徒吧。所以，当咱愿意牺牲家己的时间，咱愿意献出咱的才调，咱愿意付代价去关怀、去听上帝放伫咱身躯边的这个人，佮通过小组，咱用探访、关怀佮牧养，常常伫祈祷中间来纪念佮守望。我昨顶个月来的时阵，
我特别提醒啊，咱来参加祈祷会，我毋知你会记无？我毋知记，我未问咧，头头拢无问长老甲牧师，看祈祷有较增加人无？有无？阿免。我甲你讲，咱的教会若做100项事工，第一项是祈祷，第二项祈祷，第3也是祈祷。祈祷才会当成做一间教会动力，才会当成做这个教会火车头。毋望这个教会互上帝大大使用，是通过祈祷开始。我拄伫楼骹看到迄句话，对咱来讲，对咱来讲，咱要成做一间祈祷的教会。甲边的人讲，咱做伙来祈祷啦！来，你已经讲啊，请你都一定爱来。你讲我无法度逐礼拜来，无法一个月先来一摆。亲像北克的牧师，逐暗拢跪咧祈祷，无祈祷伊无做工，无祈祷无困。所以毋望咱会当伫遮，互咱看见，咱拢是主所听的人，咱是一家人，伫即个听的大家庭内面，迦南教会。成做一个非常三听，嘛是互主听的教会。第二项，咱第一是好牧者，对无？会服侍。第二好是甚么好？咱讲好萝卜的服侍，对无？好的萝卜，好仆人，好萝卜的服侍。咱搁做伙来讲一句：人人服侍，服侍人人来。我甲你讲，逐个人拢是你服侍对象。请你毋通认为讲啊，我含慢啊，我袂堪你。即个教会，咱袂当高高在上。我讲咱的教会是逐个人拢屈了落来。伫即间教会，咱拢爱找到一项的服侍。其实我感觉一人一项服侍都有够。这就是牧师拄仔讲，人人该做事。这嘛是咱的献身的行动。我鼓励每一个基督徒拢爱参与服侍，因为这嘛是咱的本分。一个好的萝卜有2项特质啊。第一个特质，谦卑。基督徒毋若做好牧者，嘛要做好萝卜。咱受呼召来服侍主，服侍这个时代。你毋是要做指挥别人的，你是要做萝卜。无论你伫外面社会地位偌悬，你伫社会你担任什么款的职务甲身份，但是你踏入来教会，你就是兄弟姊妹，你就是主的萝卜。伫咱主日一透早，你来教会，你就会当参与服侍，你会当徛伫门口做招呼、做招待。你来到这个所在，你先安静，为着今仔日牧师，为着所有的服侍，为着今仔日的进营，你伫遮祈祷，这嘛是一个足大的服侍。中昼爱餐，做伙自餐食饭的时间，你主动倒盘盘帮助边的人，伊行动较无便，你甲伊倒较菜，甚至了你嘛当参与讲我来洗盘，也是来搬倒啊、搬椅啊、七的。甘心乐意的服侍，这个教会所需要，毋是消费者，是生产的工人，是会当不断生产的工人。这就是做萝卜的心志，是主所欢喜的态度，迄叫做谦卑。谦卑是萝卜的心志。我甲恁讲，今仔日你会当做工。是无甚物通夸口的，因为服侍，连你还阁有机会，你还阁有时间通服侍，拢是主予咱的恩典啊。马太福音11章29节，最后所讲：我心内温柔谦顺，恁陪我的担来学我，就恁的心神要得到安息。伊会当担主的担，陪伊的担。这嘛是上帝予你的恩典。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最后所讲，因为人子教毋是要测验人，是要互人测验。
佮献伊的性命来赎回罪人啊！所以，望咱拢用谦卑的态度来服侍主。第二项，谦卑话就是顺服，顺服。以弗所书第6章第60，保罗甲咱讲：无得干啊，伫目睭前温存，亲像要出互人欢喜的，就是着亲像做基督的奴仆，用实在心来行上帝的旨意。即摆边仔有人，我紧做；无人，就莫做。今仔日毋是为着人伫做的，你今仔甲边仔人讲，咱为主来做。我嘛是为主来活的，所以今仔日你为主做，你都毋是咧看人。你若要靠人，人会走；靠山，山会倒呢。你独靠上帝，靠上帝第一项，你就是爱顺服。毋若是普通顺服，你爱顺服到上落尾，顺服到底。上帝奴仆必须要顺服的心志，因为上帝互咱每一个人，互咱每一个人教拢伊的托付。上帝拢有交托咱爱做的代志，拢有领受无共款的意向。但是咱迦南教会，明年就是50周年，是喜年。咱的教会要有一个清楚意向甲目标。咱领受同一个意向，有同款的心志，有同款的意念。咱伫耶稣基督的石盘顶，做伙起造咱当结相款的轨迹，往伫同一个所在的目标来跑走。所以，我相信只要咱的教会继续努力，上帝的确要大大祝福互咱。我嘛相信咱的教会还佫有真侪努力甲成长的空间啦。但是上帝一定要互咱这间教会成做一间荣耀的教会，受上帝光伫照的教会，十字架光会当照伫这边仔、这个社区甲这个地区啊。到年底堂就要变成做一个先加做足大的堂，变辖市了。我相信这个所在发展，嘛的确要互咱的教会来改变。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毋是机构。机构是 organization， 教会是 organism， 是有机体。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爱互教会成做教会，爱恢复教会上帝设立教会伊原本的功能甲意义。教会爱做教会本来就应该爱做的代志。所以我期待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同工爱来宣传教会，爱服侍教会。咱嘛要宣传所有的圣徒，互因各尽其职。安尼咱会当参与一间荣耀教会去做啊！求主帮助咱，会当接受牧师、长老的领导，做伙认同教会意向，认同教会策略。不要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咱来同心合意的一间教会内面。如果你若选择迦南长老教会，成做你属灵的家，安尼你必须要顺服伫这个教会意向甲体制。腓立比书第1章第5节安尼讲。腓立比书第1章第5节安尼讲。讲，因为恁对头一日教导，三甲有分伫兴起福音。50年前的人安怎抱着这个意向来开设一间教会？对待了一直到100年，你是不是要继续安尼跑走落去？阿妹吗？我毋茫在座的人，你就是伫写历史的人啊！历史袂到50年就结束。当咱党主的心，合主的意，我们是要同主的心，合主的意啊！这间教会都一定会兴旺啊！
我嘛毋望咱兄弟姊妹会当作为军队教会以上，至到咱会当拢讲共款的话。咱来对外是宣告，对内爱祈祷，你是毋是有当讲共款的话？咱同心合意来为着主结美好的果子啊！搁结侪果子。若要做好的牧者、好的奴仆，第三个服侍，咱讲做讲好管家的服侍。好管家有啥物特色？第爱尽忠，爱有忠心，爱尽忠。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2节，保罗安尼讲：，哥说毋望伫管家的是爱得到伊的尽忠。咱的主要所真爱得到迄个管家，敢若看到伊的尽忠啦，伊是一个有忠心、尽忠的人啊。生命的改变，教会转化，是互人上欢喜、上感动的代志，嘛是支持咱继续行落去的一个上好的鼓励。我甲咱讲，服侍主，无求名，无求利。服侍主毋是为着名甲利，这拢会放落来。亲像彼得伫美门的头前讲的：金甲银我拢无，独独我有的就是耶稣基督。阿们吗？我相信主伫咱的中间嘛是共款。主干那爱你，尽忠伫伊交托你的人，甲事工了。第二项，一个好管家就是爱熬管理。善于管理。路加福音12章42节最后所讲：，什么人是尽忠有知识的管家啊？主人所要设立来管理伊的家内人，照时发美牛给因啊！你是毋是当照时发美牛？换一句话，你一定要有美牛。今仔你就是一定爱认捌真理、捌道理，你会当将福音传互人，你会当为伊来带伊读圣经、改做伙祈祷迄个人，阿们吗？这你管理好你的生命，管理好你的家庭，你就有法度将这个事由原伫这个家庭内底做一个真正够有知识的管家。咱来诚做百般温顺的好管家。咱会当三甲来治理教会上帝的家，互上帝的家兴旺。因为家和万事成，家和万事兴。你看初代教会，使徒行传看起这是三厅的教会，佫较是新约基础充满的教会。上帝是互无变做有，互软弱的变做刚强，互丧勇的变做富。咱来继续，咱的迦南教会嘛是经历新约基础的教会。伫未来，这间教会，你相信有更较侪新约基础啊无？无信心，有啊无？哈利路亚！宣告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对吧？你相信的得到，伊就得到啊！信心是一切，所以毋望咱拄则我所分享的三个好，你要做三项好的服侍，什么好？咱做讲好牧者、好的奴仆、好的管家。咱凡事拢为着服侍主，我相信基督徒人生就是服侍人生。服侍是咱军队主一定爱有的过程。通过这服侍，最后要甲咱讲，有三项上帝三项恩典、三恩的祝福互咱。第一项，咱做伙讲恩赐满满，恩赐满满。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保罗讲：安尼，既然恁切切羡慕上帝神的恩赐，就求互恁充满来建立教会。咱来求恩赐是为着什么？要建立、要造就教会。恩赐是要摕来建立、甲造就教会用的。所以造就教会恩赐包括什么？你知道吗？医治就是医病、赶鬼、
祈祷、读圣经、敬拜、传福音，甚至做慈善的事工，这是毋是拢是温书？是，这些拢是咱所需要的。咱爱家己先经历上帝，咱亲自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毋是代替啦，是要成全。因为无一个人会当代替耶稣伫你生命中的地位的，只有耶稣基督会当互你有换新的生命。一个愿意基督的教会，一定是复兴的教会；一个读圣经的教会，一间教会是起坐伫石板顶。那愈来愈多人伫聚会中间得到上帝话的安慰甲快乐，得到医治基督的权柄。我甲你讲，上帝互你愈服侍，你就愈喜乐，你就愈欢喜，将你的恩赐摕出来互主用啊！但是我要提醒咱，咱毋是干那要追求主的恩赐，咱搁较是要追求迄个赏赐，做恩赐互咱的主，阿妹妈，追求主才是你的目的啊！恩赐是要来建立、甲起造教会用的。好，第一项是恩赐嘛，第二咱做伙讲恩膏满满。恩膏是啥物？恩膏就是圣神的能力甲快乐。毋但咱爱恩赐，搁带恩膏。有两个人伫读圣经，一个少年的，伊读圣经起来，人讲字正腔圆，读字句吼，迄话拢真清楚，抑扬顿挫，讲话安尼吼，安尼真明真清，发音嘛真好听。但是一个老大人是大人，伊咧读圣经时阵，慢慢啊，讲迄个话嘛毋是真明，嘛毋是读甲真水，家字嘛无真好势。但是听到伊咧读圣经时，侪人流目屎。兄弟姊妹，头前迄个少年的，伊有的是恩赐；后面即个老大人，伊所有的是恩膏。咱毋但爱有恩赐，搁着爱有恩膏，爱有圣神的临在，甲点伫咱的内面，互圣神充满基督，都是无共款啦。来，家己来讲，我要诚做一个满有圣神的人，我要诚做一个满有圣神，一定要有圣神充满，你就是一个满有圣神的人。约翰一书第2章20节安尼讲。搁恁对圣者来受抹油，煞知一切代志。恩膏就是油抹伫你的头壳顶。你知影过去旧约内面，君王、祭司、先知，因拢爱受抹油对无？将油对头壳顶甲淋落去，油对伊头壳顶淋到规身躯。今仔日咱共款，你做一个基督徒，你需要常常互上帝圣神对头壳顶。充满伫你全身，圣神满伫你的身上。你要讲做一个有恩赐、搁有恩膏的人，你要被圣灵的油膏抹，互伊满伫你头壳顶的人，满伫你全身躯的人。咱服侍时阵，需要满有恩膏，迄个有权能的服侍。咱要对圣神保持真大的渴慕，对圣神的工作。爱有真敏锐的领受甲反应。过去有影，用了教会对圣神的认捌，确实是无够严。咱对圣神的工作嘛真忽略。但是咱毋但爱有圣经，嘛爱有圣神。加利文伊讲，咱爱用上帝话甲上帝神做伙来做工啊。所以，有两支诗，一支诗就是上帝话圣经，一支诗就是圣神，伫基督的内面来成就主的工。所以，咱有上帝话、上帝神，这两支诗就当做伙背起来。这嘛是一个基督徒当过德行的生活一个秘诀啦。最后一项，咱来讲，恩典满满来。
所以咱毋那是温树满满、温高满满，怪温电满满啊，三项温，阿免。箴言16章第15节安尼讲：王的面色的光，互恁有活命；王的温电，亲像春雨的云。春雨的云，我甲你讲，有春雨、秋雨，遮灌压伫咱的心上，是毋是你的温电就拢满出来？咱做来讲，处处有温电，时时有祝福来。处处有温电，时时真的处处有恩典，时时有祝福啊！你是就爱讲哦，主啊，我不时地当领受到、感受到你的温电啊，也有我祝福满满啊！唔通互家己活伫一个丧香的环境内面啊！我一直感觉吼奇怪呢，足侪兄弟姊妹吼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啊，我袂晓啦！啊，我含慢啦！啊，我啥物拢无啦！啊，我无，啊，我嘛无钱啦！我这拢袂当。我可能有一种贫穷的心态，我足奇怪。因为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的囝儿，后生查某囝对无？因为上帝囝耶稣基督是万王王、万主的主，咱就是上帝儿女呢。你做王的儿女，你就是王主甲公主呢，你是父的呢。为什么今天今仔日咱有这种丧香的心态呢？我咱爱改变。你甲别人讲，你是富裕的，啊，你是好爷囝，啊，真诶，咱主是好爷，万富拢伫伊啊，金甲银拢伫伊啊，啊，你是伊的囝，啊，你甲阿爸开嘴，阿爸敢袂互你吗？为什么你一直用这种丧香的贫穷的心态？有时要奉献哦，或者我替我搁讲一下，我提醒咱，千万唔通临时啊，听你吟，找无哦，要献都爱准备好，500块一张，1000块一张，你甲准备好，甲奉献落去就对啊。哎，安尼敢袂无彩？那安尼我就丧香啊，爱改变。要互上帝，就互伊上最上好诶，因为上帝已经将上最上好诶拢赏赐互你啊！你要真做一个会晓感谢上帝啦，对上帝毋通当生，爱真欢喜、甘心乐意。我相信上帝要帮助你，因为你是毋是要真做一个温电满满诶人？所以上帝要互你得到生命，并且更较丰盛的生命，对吧？耶稣讲：“我来就是要互你得生命，搁得到丰盛的生命。”上帝嘛要互你一个福气的杯啊，福杯，并且讲：“我要互你福杯拢满出来。”咱已经白白免费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啊！咱你白白得来，你都爱白白互人啊！我所讲，你有两只手，一双手两只手，对正手摕入来，对倒手搁互人，并且主讲，正手做，倒手嘛无点互人知啊。但是无人知，毋是免做，你对正领入来，你都要搁出去。毋茫咱迦南教会，甲迦南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一个愿意互人，比甲人摕搁较福气的人啊！阿妹吗？改变一间教会就大毋茫啊！我感觉咱过去已经开拓足侪间教会，我嘛看见咱的教会即马有500-600人伫即个所在，所以咱的祈祷，明年50周年咧宣告，即间教会将做1000人的教会。迦南教会你知影全台湾现主时单一教会有1000人的教会，伫即马全台湾无分教派有62间，超过1000人单一教会，毋是教派哦，是单一一间教会。有1000人以上会友的，有62间啊！现在长老教会2间啊。我相信哦，来甲边仔宣告，迦南教会做第3间好啦，来，哈利路亚！啊，你有信心甲宣告，哈来，真诶，迦南教会真做一间1000人的教会。咱的通知人口遮尔多，教会不管几间，永远无法度容纳遮个欢喜来认捌耶稣基督啦。这毋是梦啊！
咱通过无共款的机会甲时间，将咱厝邻人、将咱的朋友、将咱同事、将咱熟悉的人带来到伫主的面前。所以咱一定要常常宣告：上帝是温慈满满的上帝，上帝是温哥满满的上帝，上帝更加是温典满满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台湾教会复兴一定会领教。咱嘉南教会50年过去，到100年中间，咱的教会你嘛可能想袂到迄个大复兴的领教。兄弟姊妹来当合一，教会就一定会当合一。教会若合一，无啥物代志是无可能的。兄弟姊妹，你一定唔通伫复兴来临的时阵，你缺席啦。咱来做伙参悟3好的福事，这是上界好的福事。啊，你嘛要来领受3温的祝福，这是上大的祝福。阿们。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满心感谢落你。阮知影，阮拢是你所拣选的囝儿，伫你的厅内面，阮真正得到最多。总是今仔日，阮更较清楚知影，阮通过福事，免领